来到加油站，除了加油为爱车清洁保养之外，现在更可以为自己多一点打算。中油自创品牌 Cup and Go 来速咖啡，让您方便外带一杯精品级咖啡，还可以在店内体验精致与舒适兼具的科技美容。大家好，我是金星生技技术总监王丽婷。行动美容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皮箱，把所有的产品放进来，然后到府服务，或说到我们一些异业结合，比如说餐厅啊、美发店，可以跟他们做一些异业性的行动美容配合，就是拎个皮箱这样行动就带出去，帮客人服务。随着科技与技术进步，行动科技美容越来越蓬勃发展。透过美容师的专业技术，加上科技仪器的辅助，让传统的美容保养事半功倍。我们现在把我们行动美容箱的所有的产品，我们搬到这边来，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行动美容箱大概有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当然要做行动美容师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手要先喷洗干净，消毒一下做清消，然后我们要戴手套。戴手套完之后，才开始进入我们工作前的准备，就是要帮他做清洁跟卸妆。那我们就用卸妆的慕斯帮他做清洁。清洁完之后呢，我们也要做重点的一个卸妆。然后完之后，我们再我们要做清粉刺跟毛细孔。好，所以这个清洁的动作一定要先做完。然后我们第一个步骤做清洁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维他命 C 粉调在我们的用挖棒。放在我们纱布里面，然后再调一调之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刷在脸上，刷在脸上之后，我们再用我们的这个清粉刺仪帮它做剔除，再度的清洁，再度的帮我们粉刺软化，然后顺便帮我们的软化角质代谢。好，所以说我们科技跟这个产品一次同时完成。好，那第二个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做完之后，第二个步骤我们要开始要做导入。那导入的课程呢，我们先把它选择保湿的产品，好，那这个保湿的产品它本身会让皮肤有保湿啊、滋润啊，然后补充维他命 C， 然后让我们皮肤的有光泽度。那我们在使用之前呢，我们要用这个冷热的按摩仪。那以前我们传统是用手去做按摩，那我们科技美容之后呢，我们没有再用手按摩，我们就会直接用仪器跟产品结合在一起，在脸上，就是我们先涂在脸上，然后就要用仪器帮它做按摩的导入。那这个按摩导入它有冷光跟热光，好，也有蓝光、红光来做冷热的一个导入。那这个导入可以让我们皮肤的血液循环变好，然后也让我们皮肤把产品的一个共同的协同的作用，让我们的皮肤吸收好。那当然我们会按照不同的皮肤所选择。那当然也就是这个是保湿，然后这个是我们比较属于抗皱的维他命 C， 它可以刺激补充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增生。然后这个是我们时空它是针对有抗皱的玻尿酸，它等一下会用我们的一些高科技仪器来导入，让它皮肤的皱纹能够饱满。好，那我们这样导入完之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加强 T 把要做提拉。那提拉的时候，我们是要用这个真空吸引。那这个 T 把跟真空吸引，它是属于法国原装进口的，是属于冻龄系列。那可以帮我们紧实拉提。紧实拉提就是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紧实拉提。那导入的产品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它不同的皱纹，或者说它要做紧实的状况，我们去选择使用这个的这些设备来做。那当然这些仪器它是没有侵入性的，就是它是非侵入性的无创的一个美肌课程，可以让我们拉提紧实。好，那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开始要进入我们第三个步骤，就是敷脸。那么敷脸是用水解胶原蛋白，那水解胶原蛋白它可以保湿，可以净白，也可以抗皱，所以我们的面膜就只有一种，它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皮肤可以做一下改善。那我们在使用之前，因为它是水解胶原蛋白，然后可以用在我们会挖棒刮扫，然后调匀之后呢，再涂在脸上，好，涂在脸上让皮肤吸收，然后皮肤吸收它。我们在做当中，你要让它快点，让它吸收。我们还是会用到这个热仪、冷热来帮它按摩，加强产品的吸收。然后这样的敷脸的速度就很快。那从头到尾，我们行动科技美容大概全程大概40分钟，可以做完这3个敷的流程的步骤了。好，在40分钟就可以做完。那做完之后，我们还是会用纱布跟我们的化妆水，好给它擦拭干净。之后呢，我们在最后再抹我们的
保湿、精华、隔离跟防晒，这样就完成一个我们行动科技美容护肤的整个3个步骤的流程。我们3个步骤流程，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哈，就是说我们从清洁到软化角质代谢，然后第2个再导入，因为我们一定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毛孔。一些干净之后，我们才导入一些皮肤的养分，或者说选择让它皮肤保湿。完了之后呢，我们在第3个步骤就是敷脸，就是我们最后的敷脸。那最后呢，我们就是开始抹一些保湿、隔离、防晒，这样就 OK 了。那这整个就是我们行动美容箱所有里面这些的产品跟仪器设备，把它放进来，我们这样就可以带了出去。好，那就是科技行动美容了。好，跟我们传统的行动美容比较不一样。来，那麻烦请脱鞋子。年轻朋友较困扰的粉刺、出油与毛孔粗大的问题，在平时脸部清洁、卸妆就要做足，否则当脏污累积在毛孔，可能会形成粉刺哦。那先帮你做个重点卸妆，还有全脸的卸妆。好，那麻烦眼睛闭一下哦。接下来我们全脸清洁。全脸清洁完之后呢，我们就帮你做个软化角质跟净化毛孔，所以我们使用的是维他命 C 粉。我们现在进行的是2度清洁的部分。那接下来为你使用的是无痛清粉刺液。因为我们长时间无论是工作上或是平常生活，我们都是一直戴口罩，所以我们口罩遮住的这个地方闷久了，也容易长粉刺。这个包括如果你有卸妆的话，也可以清除你脸上的残妆，还有老化的角质层。那现在表面清除出来的污垢，现在帮你先擦干净。接下来我们脸上的污垢擦干净之后，我们就进行接下来导入。因为脸部的那个污垢，然后粉刺我们清干净，那导入下去的产品也比较好吸收。那现在要帮你使用第2个阶段的导入，就是冷热仪。那一样，我们一切都做个消毒。因为年轻保养的秘诀，第1个就是重清洁，所以保养的步骤不用太繁杂，只要你第1个清洁你做得干净，那还有定期的去角质的话，那产品就很容易吸收。最后帮你做个保养，还有保养跟防晒。那我们今天的清洁去角质、保湿导入就完成了。是不是觉得皮肤变得透亮了呢？接下来要分享的族群是专为生活奔波的职业妇女量身打造，非常适合有混合或干性肌肤、晒斑、暗沉蜡黄状况的你。
透过科技美容加上行动美容师的巧手，让脸上的细纹抚平，达到紧实的效果。好，那我们现在进行我们的全脸卸妆。那我们等一下呢，做完全脸擦拭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进入我们的2度清洁。那2度清洁呢，我们所搭配的一个是麦饭石 C 粉。那这个麦饭石 C 粉呢，它可以软化我们的角质。那等一下也可以吸附我们的油脂。那等一下，如果在使用我们的无痛清粉刺仪的时候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残妆、老废角质都能够进行一个洗净的功能。在帮你做深层导入之前呢，我们会先用我们的熊果树时空胶囊来做一个打底。之后呢，我们呢会再用我们的一个维他命 C 的一个沙棘果修护精华来做一个导入。那这个 T bar 呢，它本身呢是有一个每分钟有6000次的一个震动，然后它可以活化我们的肌肤呢，促进我们的 ATP 的一个合成，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呢是有柔嫩以及弹性、有光泽的一个部分。那搭配双手双肌来做一个使用。好，那我们深层导入完之后呢，我们一样要进行仪器的消毒。那进行仪器消毒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敷面膜了。我们要敷面膜之前呢，我们一样脸上要做打底。那我们一样呢，使用的是我们的精华液。那我们呢，等一下呢，我们会用一个纱布来做一个定型的一个部分，先跟您说一下。那这定型呢，主要也可以做一个提拉。那因为我们刚才呢，经过一个热导的一个深层的导入呢，现在脸上呢是可以让它有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一个时间，然后现在再做一个敷脸的动作，让它能够塑形。那我们整个皮肤呢，就是现在是有深层的保湿。那我们的肤后保养呢，就是要开始来做一个保养及防晒的一个部分。那保养完呢，我们会帮你再上一个隔离防晒的一个部分，让你等一下出去外面呢，就是可以能够晒太阳都不用怕。
那我们的护肤流程就结束喽。平时如果没有时间打理自己，就让行动科技美容师助你一臂之力，用更有效、省时的方式来帮助你抓住肌肤的健康。接下来就要请王老师跟我们分享熟龄朋友的肌肤状况喽。那我们今天所用到的是那个我们 RF 电波拉提，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增生，所以我们会用这个仪器帮它皮肤恢复改善后，帮它做紧实。那等一下我们还会用到这个紧实的真空吸引，好，配合我们的电波拉提，一边吸引一边导入我们的这些弹力的蛋白的成分，哈。现在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护肤流程，哈，就是帮它做抗痘紧实的部分。然后我们先握着。然后我们先开机。那这个 RF 电波拉提，它可以刺激我们皮肤胶原蛋白生，它还可以增进我们皮肤的导入吸收哈。那我现在是深层到皮肤吸收，那为什么想说为什么一个热仪，然后还再加上这个导入仪呢？因为我们其实按摩仪它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皮肤真皮层吸收，所以它必须一个表皮吸收，一个深层吸收，这样皮肤才会这个产品才有办法把皮肤的保水度打得比较饱满。你看就马上吸收，因为它皮肤非常干，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再加产品上去，加一些保湿的，让它补足保湿。因为皮肤一定要保湿够哈，我们这个电波拉提它可以让我们皮肤的皱纹它可以抚平，把我们的表皮的保水度足够之后呢，皮肤就有光泽度。先做提拉紧实来，我们提拉紧实这个真空吸引它是法国。雅丽信是原装的，它最有技术性的就是这个真空吸引，它是按照我们皮肤的塑脸还有顺势疗法，就是说顺势我们的皮肤的那个肌肉的纹理下去做紧实。所以说我们学生在练习这个课程是最困难的，就是这个课程是最难学的哈。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这个 T 棒，那这个 T 棒也是抚平我们表皮的皱，我们刚才把它紧实都做完了。那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表皮的紧实哈。那这个也是法国雅丽信它技术授权的。那我们导入之后呢，发现它光泽度已经补满了，导入都够了，皮肤已经呈现比较有亮度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就要帮它做敷胶原蛋白，再让它补充胶原蛋白。学生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呢，这个部分这是非常重要。你怎么塑形，它就变怎么形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过程，还是要按照皮肤的纹路去把它做提推，然后眼部的这边我们有抹到眼皮，这样子哈，要避开眼睛的地方就可以了。我们就这样贴完的部分呢，我们就一块一块把它拉起来，然后从下面往上拉哈，侧面。那这个完之后呢，我们为了
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快速好洗，所以我们还是清洗，我们还是用一点热的，让它加温吸收。好，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保湿也抹完了，所以我们再加强一下保湿，然后最后呢，我们抹一下隔离防晒，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做完的时候，还是帮客人做一下抚平，做一下按摩一下哈。好，你看保水度就很好了。好 ，OK， 那我们做完我们手套就要脱掉了。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就在40分钟，好，这个整个全程40分钟。感觉很紧实，很舒服。其实我是第一次体验这个科技美容的这个服务啦。那其实，在整个使用的过程中，其实都很舒服。那其实现在整体用完，觉得皮肤也是变得很滑顺。那因为以前可能现在都在外面跑可能那个整个脸部戴口罩的关系，整个都很脏啦。那男生可能就比较不注重这个清洁，可能都是用那个洗面乳这样简单的带过。那透过这个服务的话，觉得说，整个皮肤现在使用下来就有前后就有很明显的一个使用上的感受上的不同，这样子。因为之前的工作是安亲班的老师，那随着少子化的关系，你会发现安亲班的产业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做。那所以呢，想要培养第二专长，所以呢，因缘际会之下呢，就刚好有这个机会来研习以及考上这个丙级的一个行动美容师专业师的一个证照。那这个证照呢，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到怎么帮顾客护肤。然后呢，你会发现科技行动美容迷人的地方呢，它不需要店租，也不需要有场域的一个限制。那只要带着一卡皮箱，那个皮箱里面可能就会有我们的科技的仪器，再加上护肤的产品，随着客人的一个需求，你就可以做预约式的到府服务。我们刚才有介绍行动科技美容那个皮箱里面的所有产品，介绍了很完整的一个科技跟美容产品的一个生技跟手技的一个结合哈。那这种课程在我们的大专院校还有我们高职的优质化的课程，已经试办了大概4年的时间哈。那我们现在把我们校园的课程呢，用到我们来跟我们业界来做结合，希望说有要学第二专长的或想转业的我们这些听众呢，还可以来学这个美容的技能。那最主要是我们办这个课程，最主要是让我们来讲说上这个课程还要考丙级证照，我们有一连串的一个证照的一个课程。好，那我们这个证照课程还是我们现在目前会用在我们的那个来速咖啡异业合作，就是我们边上课边教学，然后呢，我们前锋站也有一站，就是我们2个研习地点，就这2个站。然后我们的客人预约呢，平台也是在这2个站，所以说我们如果学生想学这个行动美容，我们的服务定点就是在我们的来速咖啡里面。好，那到时候就是说我们还会再宣布一下，说我们的课程大概要怎么样拍流程，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些说明会哈。成为行动科技美容师的路上，遇到专业的帮助，让我们离梦想更进一步。而现在因应防疫新生活，在 Cup and Go 来速咖啡更可以体验玫瑰花精油皂的制作，防疫之余又能疗愈身心。我们还有提到我们的这些精油皂的部分，我们台南大学也有办这种课程哈，那我们金星生技也有产学合作做这些手工精油皂。好，那这个像目前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来速咖啡皂所做的。那其实我们在做行动美容当中，我也希望把这个课程带入你跟客户之间的互动。好，那我们12月18号有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也有空过来参与这个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这种精油皂课程，还有我们有种这些圣诞花，还有一些香皂花做成这种咖啡渣来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做防疫跟抗病毒的一个作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职场达人就是到这里尾声，我们下一集呢就会到我们的校园去做美容实际商店的一个行动美容，那我们敬请期待哦。中有玉屏路加油站附设自助加油、自助吸尘跟自助洗车，以及最受民众喜欢的汽车快速保养服务。近年来，公司大力推广 Cup and Go 品牌，公司也借由跟着静心生技一起推广合作异业结盟，希望借由咖啡跟护肤美容这个品牌，能够将客人提供到更好的服务品质，也希望
在未来公司能够有更多的异业结盟机会，让厂商与中友能够发光发热。来寿咖啡是我们公司就是近年来一直不断推广的一个自有品牌。那我们台南呢，目前就是有5间的咖啡站点。那玉品的话，是我们今年5月新设立的这个站点。那其实就玉品站这个地理位置而言啊，它比较属于社区型的一个加油站。所以说我们在对于这个品牌的这个推广，必须要有更多的琢磨。那其实因为我们有一个很舒适的内用空间，那现在有结合这个很多元的这个一些手作的体验课程，那我相信说对于站上来说，就是除了可以带动这个消费人潮之外，其实对于我们公司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知名度的提升也是有帮助，那这样可以达成双方互惠的一个共赢局面。